愛侶重圓。基督徒係點樣靠住神嘅恩典重建同家人嘅關係嘅呢？人人都好想得到一個好幸福美滿嘅家，未必係裝修得金碧輝煌嘅豪宅，或許只係喺屋企裏邊清茶淡飯，佢係充滿溫馨、和睦、關愛、快樂嘅家。如果你已經擁有呢個家，我真係為你高興啊！不過對於有啲人嚟講，呢個似乎基本嘅要求，卻係因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家人個關係處理不善，而導致家嘈屋閉，甚至家不成家。一個幸福美滿嘅家係咁難求嘅咩？耶穌話：那起初造人嘅係造男造女，並且話因此人要離開父母，與妻子聯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呢個係記載喺馬太福音19章4-5節嘅。創造主為愛人類而設立咗家庭制度，使到人透過建立家庭，經歷人倫相互之間寶貴嘅愛，讓呢個愛係不斷延伸出去。但係因為人性嘅敗壞，破壞咗創造主喺屋企嘅裏邊嗰份嘅心意，喺人裏邊嘅罪性，使到最親愛嘅家人可以相咬相吞，寡情薄義。罪亦帶嚟咗全人類被死亡嘅權勢管轄，而死後且要面對終極嘅審判報應。但神睇見世人因為罪嘅影響而導致家庭破碎，靈魂永遠受苦，係非常之傷心。佢決意親臨世間，以愛嘅行動嚟到作出拯救。耶穌就係嚟到世間嗰位嘅真神。喺聖經裏邊有浪子嘅比喻，就係呼籲世人要歸家，回轉歸向真神，重新承認我哋天上嘅父親，接受佢無條件寬恕嘅愛。耶穌佢係以大能嘅神蹟並愛心嘅行動。耶穌唔單單只係為全人類嘅罪被釘死喺十架，並且第3天從死裏邊復活，勝過罪惡同埋死亡嘅權勢，更加證明佢就係真神。聖經話：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記載喺羅馬書5章8節。只要我哋接受耶穌為我哋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，就能夠得着一個滿有愛嘅新生命。當我哋先接受神嘅改變，就能夠有能力嘅去改變我哋嘅家，成為一個美滿溫馨嘅家庭。耶穌亦為我哋預備咗由信徒去組成嘅大家庭，呢個就係教會啦。我哋好歡迎所有嘅人嚟到教會，一同嘅嚟到認識聖經嘅真理，去敬拜真神，亦一同嘅嚟到學習彼此相愛，喺愛嘅裏邊嚟到成長。耶穌更加為我哋預備咗一個將來完美天上嘅家添。親愛嘅朋友，歸家吧，相信耶穌，你嘅家必會成為一個美滿、幸福、快樂嘅家嘅。本節目內容載於福音單張快樂回家，由鄺偉志牧師撰寫。